依間相仲係全港九新界最平嘅獸醫診所啊！依家係位於西洋菜北街175號。間獸醫個名叫做獸醫叫旺角關愛非牟利動物診所啊！我幾次睇獸醫都好平。佢好似上次我就試過隻貓絕育咧，好似都係700-800嚿水。打針啊，啲貓打針都係280蚊支。呢隻就去獸醫診咗隻貓啊，佢看咩嗰啲貓店嗰隻貓啊。睇獸醫啊！依間真係平啊！依間冇得頂啊！依間。幾個醫生又好喎，試過幾次啊，服務態度好啲，啲獸醫助理啊又正嗰啲女仔。呢隻貓幾大隻？去那个10多公斤，10公斤。